你等于跟看影片了。无。无吼。我刚刚点阅利用检查，都只有他表演的时候有看，对不对？他就没走，没走。OK， 好的，静宁接力来。剪掉啊！你说剪掉了。你是不是剪掉了？剪掉啊，当然要剪掉啊。那我找那么认真干嘛？哎我们要剪掉，还要给你们跟家长签那个同意书呢。同意书。你唔知哦？哎，你来那个影片有去到你啊，要公开播映的，迄拢爱同意书呢。你比如讲，你路上若拄着记者来采访，哦他要去公开播映，因为你们未成年，都要加家长呢，所以我不要麻烦，所以我拢袂当去着你啊，是讲挂口罩就算，挂口罩挂口罩应该就不算。你知道自己看得到啊？有吗？你两个有？有安尼有流去。他后来我们要进啊。不是，他是整个头，整个头都看得到。安尼哦，安尼袂当困。你坐边啊，坐较边啊诶。不要紧啊，不要紧。好来。老师你迄个老师好，你的老师好，无诶。那个开戏的时候，有迄个。钓鱼老二打扑克。我老爸打得了。听讲你老爸准备写得来。我有要看。来，二来，准备开始。坐标，来，各位同学来了。老师好。来，咱评为讲到板块。七大板块，菲律宾海板块。没有大板块，菲律宾海板块是大概唯一小板块。太平洋板块。最大的，天龙最大的海板，马尼亚电起来一省，太平洋板块。来。欧亚板块。欧亚板块。再来。南极。北美洲板块。欧亚的南边。欧亚南边。非洲。印澳。然后呢，再过去，印澳再过去就非洲。非洲的下面。然后非洲过大西洋。南美洲。过大西洋，知道？南美洲。是吗？南美、北美，好，南美、北美，那个是我们上课的动物。下面是。安尼算了啊，因为这过来叫太平洋。看不过南极。所以最后差一块。南极。南极板块，安尼有几类无？有啊。然后我们台湾会在一个小板块。我们台湾是位在菲律宾海板块跟欧亚板块的交界，所以我们唯一要知道2、3、4个小板块里面，我们爱知影就是菲律宾海板块。咱爱知影这个板块是咱刷来，咱要来讲这个板块的交界。好，那这一张来164页，板块交界。咱板块交界其实有3种嘛，但是咱新课纲内底。把它和你看到的一种错动式板块去掉，因为错动式板块上大的就是伫美国加州旧金山那个圣安德里斯断层，好，它只有产生在那里，所以这个我们在课本就去掉。所以我们第一个。等被板块边界，咱是看分离的，分开的啦，分开的。想法分开，板块想法分开。
分开，因为伊会当。因为它有碰撞。那天那个有一个社会学老师在讲说，我们的学习要有层次啊，有一个原因是表面的，然后你再往下思考也就是表面的叫做坏啊，在下面呢就是坏，在下面就是好。小来地当，地当对咱煞来讲的断层，因为发生断层，所以咱地当。好煞来你搁问讲，啥来断层？啥来断层？因为也好。咱的板块伫咧分离，还是推挤的过程中会发生断层。你煞来再问讲，咱的板块啥来张力甲聚合？咱另外讲过，科学家伫咧板块构造学说里面，伊找到动力来源，就会发现讲，咱的岩石圈下骹有一层，岩石圈下面一层那一层叫什么？那个我唔知。记得吗？是中间一类。软流圈呐。所以，这是咱第一名的岩石圈板块。下骹的软流圈，伊含起那个热对流，就像你热学学过嘛，咱水壶跟珠子岩石，热的东西是不是有可能上升？如果今天它这里上升，那旁边的是不是有可能下降？因为它一定是一个循环嘛。你有时候来上升，你也那个水不会说后来都跑到上面去，像变成真空嘛。哇！你有上升的时候来，一定有落来的所在嘛。所以，咱分离板块就是热对流上升的所在。上升之后也会冷冰，都分开。好，这也热对流。有上升，可以有安怎？下降。下降吗？所以板块推挤的地方，所以这造成板块就分裂。我会比较好啦。按哪这类板块，好，张裂，然后到这边一下降了，所以这种类板块安怎？挤压、碰撞，它就互相推挤聚合，所以这咱叫张裂性板块的交界带，这种叫聚合性板块的交界带。这甲迄个热胀冷缩的意思有关吗？还是讲？跟热胀冷缩一起对流啦，一起对流。来，咱来看，咱表面分离的张裂性板块的三形上。当然，这两个岩石圈，这两个板块的分开分开就闭开就产生啥？叫人叫你，你闭开下骹的物件，会出来，冒出来，下骹哪？火山、岩浆啊。岩浆，岩浆冒出来就会形成火山，这个岩浆如果冒出来是在海底的话，伊伫海底，就变做海底火山。伊伫海底火山变做一个悬山，你若伫海底，咱就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啥？温泉。珊瑚。中央。所以我顶回讲过，咱大西洋的中有一个上长上悬的山。毋是太平洋。太平洋嘛有，但是太平洋的中央极你看迄个地形图，太平洋的中央极较低。大西洋中的中央极几乎是从北延伸到南，几乎从北极延伸到南极，所以都有。那个大洋底下，印度洋也有啊。各大洋底下，只要是张裂性板块，山线的山，拢叫做中央极，拢叫做中央极。
所以列分是，然后我无理解，列谷甲中央级有啥无共？裂谷甲中央其实无共。嘿啊，我甲我讲出来，列谷甲中央级有啥无共？就是一个地，一个往下，一个在水上，一个在陆地上。裂谷吼，裂谷就是板块闭开，就是叫裂谷，吼。啊，闭开了后，伊的岩浆出来，冷却变山，啊，这个山若伫海，若伫海底，伊较叫做中央级，吼，所以裂谷较侪啊，中央级较侪。中央级，可能较多。应该裂谷较侪啦，因为只要张裂性板块闭开，拢叫裂谷嘛，对无？啊，但是你的条件呐，就是讲，这个裂谷、三星、这个山，那个海底火山，在海底啦，哦，因为它不一定要在海底啊，裂谷有没有可能在陆地？有啊。有。对，阳台。U 型谷。譬如恁学过欧洲的地理啊。阿尔卑斯山。譬如一个叫冰岛，学过后啦。有。有无？啊无克里，冰岛的首都对啊。我毋知，啊毋过遐有产玄武岩，遐产足侪玄武岩，我知。玄武岩啊，应该是啊。我跟你讲哦，我们不要被那个名词所迷惑哦。你头脑想到冰岛，你会想到啥？热量啊。冰天雪地对无？错了。还想多。冰岛上就是火山，没错，它纬度很高，它有冰的地方，可是它有很多地方因为有火山，它是反而绿意盎然。哦，啊，当然伊的天气做寒无毋对，因为伊是高纬度，所以以早迄联合国有一个调查哦，讲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里面，甲因的所得三来买册第一名，占比例最高的第一名就是冰岛。啊，他们不啊，伊本身就讲收寒啊，无出去啊，干脆看册啊，无怪吼，因为天气太冷了。那不是说他们破产？没有啦，他们之前发生过国家破产，对啊。可是他们很快又站起来了哦，他们很快又复苏了。啊，冰岛这个它很特别，是一个是中央级冒出海面的所在，所以冰岛是一个绿意盎然的地方哦。你知道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岛哦，全岛95%以上是冰天雪地，也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岛。加拿大。加拿大不是岛啦。你个加拿大来跑？我知啊，南极。南极嘛是岛啦，那个南极都这么个岛啦 ，Iceland 啦。啊，北极诶。Iceland 北极连陆地都没有啦，北极是海啦，是浮冰啦。啊，那我们来啊。这个，对，我有听格陵兰对不对？你有没有格陵兰呢？格陵兰的英文是什么？格陵兰。一夜情可以讲话录得到吗 ？Green Iceland。哦，对，好像有讲过，它名字叫 Green Iceland 哦 ，Green 哦，就是绿岛。我一个人反正绿岛啊对啦。对啊。哦，原来阮的迄个土地有一个岛叫绿岛，伫迄个迄个。啊无，咱来去绿岛佚佗。好啊好啊，呀。来，你若讲我带你来格陵兰佚佗，你讲哦可以出国玩了，好高兴，这个去绿岛。一个冰天雪地的岛，它名称叫 Green Iceland。一个绿意盎然的岛，它的名称叫冰岛 Iceland。这是开玩笑吗？没有开玩笑啊！我们经常讲说取名词就是缺什么取什么嘛，对吧？
你都边边写地，你缺绿地嘛？我名个你火做 ice 的 ，green 嘛 ，green ice 的，啊，袂想到迄个香烟叫长寿烟，吸烟会怎样？这样瘦啊，会碰到底名嘛？啊，所以我名就改火做啥？长寿。长寿烟啊，它这道理不是安尼。要不然以前我们加油站除了无铅汽油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汽油，现在没有了。还有另外一种汽油叫高级汽油。你安怎想到一个高级汽油？还做较有诶吗？你想就知嘛，你一个叫无铅汽油，啊，伊叫高级汽油，就表示伊是啥？无铅。有含铅的嘛。因为以前的汽油要抗那个爆震，你引擎听到有人安尼变一声就，迄个是提早燃烧。火星塞没有点火的时候，它去燃烧了，所以你路里看到有摆徛无，你玩变一声，都大声，迄个这会伤引擎。我们以前的汽油为了抵抗这一种爆震，我们会加视乙基铅下去，含铅的化合物。因为铅这种东西有毒性，所以后来就禁用了，提入人体，所以现在没有高级汽油。我光要简单来说，高级汽油就是怎么样？一种有含铅的比较低级的汽油。但伊名叫高级汽油啊。最高级。高级汽油其实是较歹的啊，所以即卖无卖啊，拢是无铅汽油的。一向高级。所以迄名拢热病嘛，那个名字都倒反。我以前高中生很无聊打篮球，打一打，给小吵嘛，因为佫无钱啊，袂当迄个跋筊，无小输100块，输的人既然无钱，无咱算啥？咱算等下输的人，上输的人去做一件代志。我大先讲好要做啥物代志，你要买我讲啥物代志？等一下最输的人来那边有一家麦当劳，你要走进那麦当劳，用全部的人听得到的音量，对着店员喊说：“我要一碗卤肉饭。”我这千万好写哦。或者等下你输了你就知道。痛，拼了命也不要输，这比输钱还惨，你知道吗？好了，又还是有人最输嘛，隔天又约出来打。今天要玩什么？最输的是不是你？那边有一家 Seven， 等一下输的人去那个冷冻库，搭起杜老爷冰桶。用全店的人听得到音量喊微波。好，来，是不是你输啊？是你。来走。输的是不是你？可以，我可以。按个生料，给你个生啦。那一个加油站，因为阮学长骑脚踏车加油！OK， 骑进去。有人加嘛？没有，你骑进去，你直接挤进去就好，你都不用讲话，那就很丢脸了。你牵着脚踏车走进加油站那店员还很配合，92还95。你放心，我们玩这个的时候已经决定是最输的他会大家会打电话叫所有亲朋好友来看笑。讲带你去加油站要点笑，所以加油。那个加油站很好笑，那个打工的，那个妈妈去牵着小孩去加油，然后安全帽脱下来嘛，他脱下来没拿好就滚出去了，他就要去捡，他就说。跟店员说：“你帮我加一下油，我去捡安全帽。”店员说：“加了。”那个那个小孩子，一直妈妈都带去学加油，到小学的时候学就有乘法表怎么都是出问题。老师说你这小孩不行，那个
943695就加满。91、92、94、89，但是943695加满，怎么样？95就是背错。92没有吗？那个进没有啊，他的摩托车加92、95的啦。啊，如果他是加92的，92就背。9100，只能100，不能98。哎，但是我跟你们讲哦，我有一次到那个庆康加油站去加油，结果我一加油时候，附近那个加油员老师好，就是我们国商的毕业生。哦，我说哦，好。啊，那时候后面排很多人，没什么，我们经常遇到学生啊，我也不认得，他认得我也不认得他，因为可能别班的，因为我之前当主任，别班也认识我。这个叫老师好就算了，然后我忽然想起我有一张50元的那个邮票，中邮邮票，然后我骑摩托车加了100多嘛，他说我骑摩托车加100多，结果我就说，这张邮票可以用吗？他说可以，结果他就把邮票拿进去了。那我就想说，怎么那么久？后面一堆人在等，然后你知道吗？他里面半天之后，他出来问旁边的加油员说，加了那个130几要50块，我要找多少？你知道后面的人都这样子看着我，你是他老师我举牌子说我没有教他数学，以后看到这种不要叫我老师。我就后面的人都在看着我，这里老师爱数学爱算卦，我好像摆这样。我本来我住台南我碰到同学的几率已经很少，但是毕业生很多。我也是在哪里碰到毕业生？我也是在一家热炒店碰到毕业生。我们毕业生已经念大学了，然后他在那间热炒店干嘛？他在当海尼根的酒宿小姐。要求。对啊。我酒宿小姐讲弄那个推销酒呢。问题是伊想办法讲老师好啦，我已经点一罐啦，所以佮搞讲老师好，就是我再点这一罐。看这样子然后。没有你跟柜台点不算他的业绩，你一定要跟他点，你才能算他的业绩。所以人家叫老师好，你要讲要点一罐，问题是我本来就点一罐，我100元柜台点一罐。台湾喝酒超量，本来我预算只有1罐而已。你搞清楚这个中央级跟猎谷，冰岛就是这样子，它有这个特色来看，你看中央级咱是有讲过海底扩张说，这边的地壳一定是最年轻的，越往外越老。到这边，聚合性板块挤下去海沟，所以之前科学家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地球形成到现在多久了？40几亿年，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大陆地壳很容易找到30-40亿年的地壳，但是海洋地壳最老不会超过2亿年。啥物样呢？因为拢互回收去对回收去，挤下去海沟，溶掉了，就是这个地方。所以伊家上古老的2亿年，这边是新的，一层一层过来。伊会愈来愈新。然后科学家还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我们地球不是有地磁吗？地球磁场，科学家发现地球的磁场是会改变，而且会逆转。这逆转的时间大概30万年，会反转。所以我们现在地球的磁场是正在减弱的状态，因为伊唔是忽然间变过来，伊一定是愈来愈少，来无去。
无法反转回来。啊，这时间间隔差不多30万年，会冰一道。这个科学家发现讲，我中央级的地壳嘛，因为2亿年嘛，2亿年是不是很多30万年？这个科学家去侦测迄地层呢，迄个磁性的时阵，我问你一个问题：科学家是安怎知影30万年地球地质的反转性？伊是坐时光机等于测的嘛？不是啊，啊，无伊安知，伊哪会知？补课啊，科学家为什么知道地球的磁场每30万年会反转？因为已经转过一次了，你吗？我只爱咱30万年是倒变，对吧？来，关键就在于岩浆形成岩石。没错。那岩石内底是不是有铁的成分？哎呀，铁的成分，铁这种东西，铁钴镍这种东西，它会跟着磁场去转嘛，因为它是铁磁性物质。那所以讲，即摆是岩浆的时阵，伊的排列顺着地球磁场的方向去排，但是今仔岩浆凝固之后，它还会不会转？不会。它不会转。所以科学家去看含铁的岩石，去看它里面铁的排列方向，一个知影它形成的时候，地球磁场的方向，就是安尼知影。所以这个中阳体科学家发现，那个斑马纹就一道，每30万年就改变方向一次。因为你21除以30万年，做嘴表密密麻麻的，都是这样排列哦，表示它这样一直产生，就一直推挤，一直推挤出来。所以科学家来确定这个海底扩张。另外，再来看挤压，挤压跟热闹。互相推挤。来，教课本告诉你。哪？大陆板块遇上大陆板块，以互相挤压，会形成座山造山运动。比如讲，迄个咱上悬的喜马拉雅山，就是对两块板块的推挤。来，看课本，有写无？欧阳甲伊闹点，上比顶管上点卡。欧亚在顶管。欧亚伫顶管，硬澳点卡，所以是欧亚板块甲硬澳板块顶管的岩石上面物件一直甲铺起来，所以变成喜马拉雅山。欧洲最大的山脉是哪一座？阿尔卑斯。有阿尔卑斯山，阿尔卑斯山是对了对，右看买。通过头下，你看迄个板块图。北美洲、南美洲、南美洲甲迄个太平洋。非洲对了啦，但是同款是欧亚，欧亚看非洲产出了阿尔卑斯山，欧亚跟印澳产出了喜马拉雅山，所以这是造山运动，造山运动。咱台湾呢？咱后壁二点哦，咱台湾是菲律宾海板块跟欧亚板块交界，但是咱的交界很特殊，咱的交界不是像喜马拉雅山一地伫顶悬，一地伫下骹，就一地一直甲另外一地顶悬物件凸起来。咱是安怎呢？比如讲，这地菲律宾海，这地欧亚，伊是安尼哦，伊弄伫的时阵哦，无搁安尼弄落哦。假如你从北看菲律宾海在下面，可是你从南看变欧亚在上面哦。所以按那挤下去，它就不会这样一直推，
然后它就推起，这种推起就造成板块交界带严重的扭曲，所以是安怎咱的中央山脉下遐嘴沉积岩，变质岩，就是因为安尼，还有很多褶皱断层。我们台湾多少条断层你知道吗32啊100多条？400多条。啊，好，400多条。右昌国角就一条通过，然后湖林那里一条，通过右昌国角。我们高雄最长的一条人乳断层，所有地震就是因为断层，这些断层的那个移动。啊，断层是有一个系统啊？断层是有一个系统，你知道？断层啊？断层伊是一个系统嘛，还是讲伊是？无啦，咱下后壁讲的断层啦，你那个木板吼，你用力给它推，一直会闭开，迄个叫断层。啊，你扭也会闭开，迄嘛是断层。啊，有正断层、逆断层可以有的推起逆断层，拉一就变正断层。好，这下一章会讲到。啊，你如果是大陆板块遇上了海洋板块，产生的是什么？产生的大陆那叫哈海沟。海沟入口。你知道吗？全世界最深的海沟在哪里？吉安边啊呀。马里亚纳。好，在我们旁边而已，叫做马里亚纳海沟。对。日本海旁边。啊？日本旁边马里亚纳海沟，它最深的地方1万多，喜马拉雅山最高才8000多，所以它最深的地方还填不下去。咱人有去到上深的所在有。咱人类对于上深的所在，能到2次，第一次是在2战结束后没多久，那时候还有潜艇啊，可是那时候潜艇的技术还没有很好，所以那时候是一个他打造一个圆形的那个潜艇，由一个军官跟一个探险家。2个人坐着沉下去，一起双层玻璃啊！我告诉你，他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没有跟全世界讲，因为失败的几率很高。按圣公若失败吼，那个动这海底棺材就待伫海底啊。这会。因为修更小啊，失败啊，所以卖敢讲。2个都签生死状的。他们还没潜到底的时候，那个外层的那个船舱的玻璃已经裂开了，压力太大。他们那时候可以决定说继续往下，还是赶快浮上去。但他们决定继续往下，终于潜到最底。底下有什么？什么也没有。他潜艇下去就扬起了万年、亿万年都没有人干扰到的尘土，飞扬起来。生物什么都没有，有啦，深海中会有一些很奇怪的那种比目鱼，眼睛都退化了。安康鱼哦。安康鱼。嘿。真龙鱼，丑的要命。最后嘞。就因为什么都没有哦，所以人类在你若会看到迄种船只，迄唔知去过几百道啊。问题是啥物拢无。可能搁会卡内底啊。搁会卡嘛是有可能。我来黑本来推算那种海沟不会有什么矿物啦。还有一次是最近的一次，那是《星际大战》的导演卢卡斯，他本身就很爱冒险，所以他拍《星际大战》系列的电影，他定做了一艘潜艇，沉到下面去，人类就去过这2次。都死了，还是再回来？中午登来吗？第2次就成功了啊，都有回来。第1次也回来了。他们
成功了，然后往上浮的过程中还没浮到海面，新闻已经发到全世界了。因为成功啊，讲啊，失败了动作不灾啊，就当做永城海底啦。这个那是军方的秘密任务，但它主要是探险，因为它没有什么，所以咱人类一直发射太空船，一直星际探测，可是我们对自己的地球，就这样去过2次了，这嘛是有点。可惜，有点说不过去啊。我们做了那么久二来，你看南美跟太平洋板块撞出的海沟，南美跟太平洋板块，伊安尼啦。这里大陆，这里海洋，这边会融化，背腰下面就融化，这里是海沟，融化的岩浆因为热会往上升起，往上升起之后穿过这边的大陆地壳形成火山，这一种聚合性板块的火山甲这火山有一点仔无同。这个火山单纯敢若混岩浆出来的。这种火山就是聚合性板块边界的火山，伊除了岩浆之外，伊佫会混上火山灰，所以会形成火山碎屑流。这是聚合性跟张力性都会有火山，火山系类，但是这边的火山还会有火山层啊，上面碎屑流。去喷出来，然后这边会形成火山岛，因为它是一个板块，所以会有连续的火山岛，所以我们那个欧亚板块边界的琉球岛，就是一连串的弧形的岛屿，就是太平洋板块挤到欧亚板块下面，然后又冲上来，去形成，好，所以。那个安第斯山脉也是这样形成，所以变成说这种聚合性板块形成会刷就是安山岩，因为伊出来拢是伫个大陆板块，你用海底火山，也就是专类性板块的，它形成的就是那个玄武岩为主。咱今仔就看到这。